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最近呛讲要罢免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甲国民党的立委。国民党今仔的党团大会嘛决定讲要来发动罢免民进党38个区域立委，讲会分阶段来进行，选个大罢免的时代开战。 立法院的调野对立是愈来愈厉害。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最近呛声讲要发动罢免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和41席的国民党区域立委。国民党团即马决议讲要以罢制罢来反制，宣告讲大罢免时代全面开战。我们党团已经决定了，他们全面罢，我们也全面罢了。 不是罢10个，罢38个，就以罢制罢。赖清德得票率40%嘛，蓝白合起来绝对压过他们的。罢掉再改选，民进党席次一定掉的。领纳税人的税金干政务委员的陈时中可以搞大罢免哦，九龙他不回应不处理。 我们就会反映在预算提案上。因为行政院政委陈时中进前嘛伫空中呼应郭建民的讲法，和民众党团批评讲伊无责任。不过对罢免议题另外的内部，敢若是无共调。民进党中央嘛表示讲，对这并无具体讨论。党团的干部嘛连续几工拢斗打动啊。每一个立委都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这个会期的工作就是完成总预算的审查，交由民意来做最终立委适任与否的定夺。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珍贵的权利，不应当用报复或者是以罢制罢这种心态来面对。调野战到这么厉害的时阵，立法院长韩国瑜暗算要伫18带团去美国来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伫启程进前，赖清德总统是邀请伊临加比的约会。根据了解，副方已经提出邀请，有可能时间是伫15还是16。敢会当来烧透调野纷争是真受各界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